台湾网球一姐谢淑薇今天和捷克女将史翠可娃联手，在印的安全网赛女双首轮，历经3盘2战，以6比4、3比6、10比6击败德国与捷克联军，有惊无险闯进第2轮。在美国加州举行的印的安全网赛，属男女共战的顶级大赛，女子组总奖金高达9035428美元，约新台币2.8亿，女单会内共设有128签，双打则有32签。谢淑薇上一站才和史翠可娃 Barbara Strycova 合拍，在杜拜女网赛高举女双冠军金杯，转战印的安全首役就遭到捷克名将普里斯科娃 Karolina Pliskova 与德国好手格吉斯 Julia Gorges 的强力挑战。首盘两组人马上演破发大战，前4局双方各破对方2次发球局，以2比2扯平。接下来双方都回稳，相互各自爆发。谢淑薇与史翠可娃这组台捷联军，在关键第9局再次成功破发，不但打破僵局跃居领先，也取得听牌优势。台捷联军没有浪费大好机会，第10局顺利爆发，先以6比4率先开胡，可惜次盘台捷联军第4局就遭对手破发，最多以1比4落后，最后以3比6弃守，也让对手将盘数扳成1比1平。决胜盘超级抢时，台捷联军开局就拉出5比1攻势，虽然一度被对手追到只差3分，所幸两人顶住对手反扑压力，最终仍以10比6淘汰对手，顺利抢进第2轮。